美国对顶关税期限8月初特别到期，行政院讲到台美关税谈判进度，讲双方已经完成技术性协商，针对关税非关税部一种界供应链韧性和经济安全等议题达成共识，也讨论到这投资采购议题，也等于建议联合声明。不过有风声讲呢，这台湾就爱投资美国美金4000亿，希望会当和日本、韩国同款，拢是15%的关税。这国民党团的总调部分记者表示，那准备和这美国签订关税契约，一定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。美国对顶关税就伫要公布，台美谈判进入上尾的阶段。行政院公开上新的进度，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甲谈判的团队要伫华府，双方已经完成技术性的讨论，当地建议联合声明。我们也完成了技术性的磋商，我们就关税、还有非关税贸易障碍、还有贸易的便捷化，以及供应链的韧性，还有经济安全的议题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，也商讨了投资采购等台美经贸合作的相关议题。双方呢也以此进行了联合声明的磋商。目前美国已经宣布日本甲韩国的税率是15%，台湾敢有信心谈判摕到同款或者是更较低的税率？行政院并无正面回应，敢若强调讲会坚持国家利益甲产业利益，也佮有民众的健康甲粮食安全的原则。因若即马嘛有风声讲，咱这边按算要出4000亿的美金，甲美国投资，希望当争取对顶关税税率，甲日本、韩国同款。折合台币12兆，12兆是什么概念？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1年3兆，等于中央政府总预算4年要跑去美国，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啊！这个郑丽君啊，这个等同当初清末的时候的李鸿章了，现在签出来的就是台湾版的马关条约啊。谈判团队还在磋商，还在努力。那看到陆续，其实8月1号的大限的日子也即将要到了，我们也在静候这一个结果。无论好坏，执政团队都要端出方案。另外一方面，卫福部是有速向更新美国水产品输入的规定，内容讲美国水产品已经通过系统性查核的程序，针对包括带壳的、罐头的虾仔、甲芝麻等等真侪项产品，只要有附官方的文件，就会当进口入来台湾。时间点真敏感，嘛引起放行水产换关税税率的联想。系统性查核那个是2018年到现在的机制，好，那其实在相关的不论是肉品或者是像这一次的水产品，本来就都有做系统性查核这样子的一个处理，不是因为这次关税的关系去处理的。林正义强调讲，这是2018年就有的机制，甲关税无关系。行政院长杜永泰嘛表示，咱台关税结果出来了后，政府会照国内经贸的政策、甲产业支持的需求。针对已经三套的强化经济社会韧性特别条例，搁再提出修正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